咁琴日上晝咧，廣州一架公交車上面咧發生咗一起盜竊案，咁兩個笨賊咧偷手機唔成，想走佬，不過公交司機同埋熱心乘客齊心捉賊，個賊插翼都難飛。尋日上晝10點幾，司機張師傅開住510公交車從機場路開往人和方向，部車開到去長辦站嘅時候，車廂裡面嘅一名女乘客突然大叫：車上有人搶東西啊！這樣，我第一時間反應過來，就是馬上把那個門關住，抓住兩個人呢，已經在車上了，那兩個賊。原來呢一名女乘客上車之後睇咗一陣手機，就隨手插咗部手機去條褲嘅後袋嗰度。呢個時候有兩名男子上咗車，一個企喺女乘客身後，另外一個就喺車廂遊走。當見到佢褲袋裡面嘅手機嗰陣，兩個人就一齊圍埋嚟，一邊等機會落手，一邊係咁觀察周圍嘅其他乘客。公交車喺長辦站停低咗嗰一瞬間，嗰名孭住袋嘅男子就假裝係因為慣性撞向女乘客，並且迅速從事主嘅褲袋嗰度揞走咗部手機。不過女乘客呢個時候已經醒水啦，見到形跡暴露，呢一名男乘客禮手就將部手機掟落地。那兩個就說：不是我們啊，我們不是小偷啊，這樣啦，然後那個女士說：你別跑啦，我要報警。見到事主要報警，兩個賊仔都有啲慌啦。嗰個孭住袋嘅賊仔就跑到去駕駛位，幾次想打開車門，但係都俾女事主同張師傅攔住。而嗰名之前負責睇水嘅賊仔就趁亂跑到去車廂嘅後部。這裡跑，這樣，那個頭，這樣鑽進去。當時這個窗戶是關着的，是？當時那個窗戶是這樣關住的，他自己把它拉開是吧？這樣拉開，就這樣鑽的進去。現在乘客什麼反應啊？莫名奇怪，可能是一時反應不過來吧。見同伙成功咁樣跳窗逃脫，位於車頭嘅賊仔有樣學樣，不過佢就冇咁好彩啦，隻腳啱啱伸出窗外，就俾張師傅同埋熱心嘅乘客裏應外合，兩面夾擊。打開那個門，又跑了出去那裡，堵住了他，我一個人在外面。乘客呢？乘客就在裡面，又這樣拉住他，都有3-4個乘客防鼠的。那時幾分鐘之後，民警趕到將嫌疑人帶走。張師傅話自己開公交車10幾年，車上嘅盜竊案件遇到唔少，受害者有一半以上都係後生女。一啲中意將手機銀包一半放褲袋，一半露喺外面嘅乘客，最容易成為啲賊仔落手嘅目標。